洪台北卫早起已经发布陆上警报，因暗到明仔载即时风雨上明显，中华100宜兰花莲台东等14县市拢是警戒范围。受风台影响，国内航班过头了后，大部分拢停飞，也那国际航线明仔载部分国内外760座拢取消。中联的油出问题了后，检方复讯这个证人，这泰山咸福寿的董事长1000万交保，中联董事长2000万交保，也那中联生意的总经理是声压见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国内这气象署呢已经发布中度风台巴威的海上陆上风台警报。这陆上警报的范围呢扩大到中华以北、宜兰、花莲、台东等14个县市。阴暗呢到明仔载这时是风雨上界明显的时阵。要那这暴风圈呢，按说明仔载透早呢会吸到陆地，这吸到的所在将有可能是新北的这个东北角、宜兰或者是花莲的北边。要那这登陆的几率有变较细路，而且这暴风圈接近台湾的时阵会小可久起，唔是所有县市拢会互这暴风圈打掉的。包围风台继续行西北方向往台湾过来，新北市淡水最10下昼开始有风雨。气象署讲，暴风圈会伫10月透早吸入陆地，地点有可能是新北市东北角、宜兰或者是花莲北平。虽然风台看起来有较细，不过威力也是真强。目前针对海上发布警戒的区域，包括了整个东半部海面、巴士海峡、台湾北部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北部。陆上警戒的县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县市、南投、宜兰、花莲、台东以及马祖。风台西边的云慢慢往台湾，随着暗到10月日是风台影响上明显的时阵，四季拢可能有大雨。气象署讲，风台路线有小可较偏北，而且暴风圈伫咧往台湾的时阵会小可变较细，所以有一寡县市可能袂伫咧暴风圈内边。到中午过后，整个雨势也有逐渐往中部地区扩增的趋势。而此外，在南部地区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高屏也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出现。那我们从云图上可以看到，台风本身比较明显的环流，其实现在都还在海面上，而且接下来会逐渐接近我们，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各地风雨的影响都会越来越明显。气象署也发布大型灾防警告，包括屏东、宜兰、花莲、台东，伫东半部的影这么已经有7公尺到9公尺悬，伫咧风台中心的所在，影有可能超过10公尺。屏东满洲港口海沙坡、昆关组峡谷的海域也封起来，大家莫去这个危险的所在。我知道这一次的风雨可能会很大，那我公所特别，我们从25号水马上退，我们清洁队就马上进驻。屏东的长治乡、顶个月强港河真侪所在淹水，这边拢传化。风台往来愈暗风雨愈明显，总统加行政院长随着拢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总共有2万多个兵力还有器械、设备以及车辆都已经准备好。那有些淹水的浅势地区，国防部也已经预防性的进驻就是要跟中央跟地方都要站在一起。除了听中央的防灾措施，也跟新北市特特别的县市首长时程连线，赖总统提出3点指示，加强中央地方合作，做好高风险区域的准备工作，也感谢国军帮助救灾的工作，希望把灾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今仔日有几个县市当咧放风台假，不过今仔日时呢是无啥风雨，早起呢就有民众赶紧出来买菜。那彰化溪外高菜市场就表示，今仔日的交易量有小可减少。另外，政府也有开放这进口菜色来配合着市场的需求。农粮署表示讲，伫超市卖场拢设平价菜色专区，目前整体菜色量也算是充足的。拜五日时，菜市也是强强滚，真侪人趁风台也被入来进前，赶紧去买菜。市场的人也坐甲吵。去真多的，定额比较贵啊20%跑不掉吧？正常买就是想缺什么照买，有去人无真济啦，无咱伫厝的想讲够足贵的买。大部分的民众是认为讲，价格虽然有起，不过要伫咧合理的范围内底。那店头家是表示，目前菜价无起真济，对拜三开始买菜的人就有明显变较济，而且高丽菜、白菜、番薯香这类的也较抢市。
台风前大概就是忙着采收嘛，能救尽量救啊，对啊，所以菜的稳定性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不高了。台风过后，对，才会明显的起伏。那山地这边，彰化的 KO 果菜市场是表示，拜四菜市进货量是88吨，拜五是83吨，较减一丝啦。平均的价数也小可有起，拜四是27块3，拜五起到28块4。不过政府也有开放进口的菜色来配合市场的需求。这一段期间的确有那个进口过来咱一寡冷链的这寡蔬菜拢有出来，产地其实差不了多少。台风要来就渐渐一直涨了，风太了到底伤到多严重，这就是要看天气了。因为惊风台扫过，会造成农业的损失，影响菜价。农粮署表示，政府也有辅导农民团体甲超市卖场合作，对6月25开始就有设平价菜市专区。目前整体菜市量算充足，消费者会当安心。记者由苏金贵、记者桂林综合报道。讲到这风台外围环流已经开始影响到花莲啊，这马太安溪的溪浜呢，被风吹甲硬蓬蓬，附近的部落或者营养土混杂甲无看质。另外一方面呢，这万里溪崩山潭早起已经升做红色警戒，也启动特例风桥和交通管制。到早起9点呢，花莲已经预防性特例6000多人。另外，水利单位也把握到这风雨变强进程呢，有甲光复明利的保护加强，目的就是要来抵挡这大水害冲击。透风呼呼叫，靠过是规个烟蓬蓬，包围风台一步一步愈来愈近。当步入来到背方面，局部的透风是造成风背沙。对明利村隔一条溪去看，特别看无阿通木和嘉里东两个部落，和当地民众是更加烦恼，讲包围风台恐惊会造成灾情。赶快过去！这种台风天我们也是很怕，现在又遇到台风之后，那个雨量大的话，我们又怕部落会又有水上来。目前马太阳溪迄边赶快是维持黄色警戒，但是在地居民是真惊，伫前一天就完成疏散撤离。我好几次了，所以说一台风来，我们就来这边安全的地方。住的地方很低诶。各界是谨慎来应对，一直到70早起，马太阳溪桥的两边光复爆花、明利爆花，拢会当看到工程车出入做最后的整备。马太溪堰塞湖当时受损严重的明利堤防，现在已经完成加宽而且加高的堤防。不过，为了应对8位台风来临，10号上午工程车进驻，再紧急做加强。另外，早到早起7点，伫万里溪崩山湖就提悬到红色警戒，地方全面启动防灾应变。风林分局伫5个区域重点区部署官分配警报器，透过扩音设备来发布撤离指示，强化撤离警告。万里溪桥南北向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保留上尾一个车道通行；经营大桥保留单向通行，嘛影响西部大桥封起来。咱来这里啊呢，咱这个把咱加固那个桥啊。有住户虽然是伫个马太阳溪黄色警戒区的范围，赶快从坑道撤离。到下晡4点，花莲县加起来是撤离6019个人，其中光复乡5130个人上济，万影乡599个人，红林镇的部分是290个人。台风期间，岸际海象变化迅速，长浪、风口浪及强阵风随时可能发生。花莲有名的观光景点七星潭和旁边的海边啊，这些所在拢靠大影，海巡署的人员嘛加强部署，就连我内陆的离溪潭嘛拢无人，码头的船只拢安置去避风港做风台的整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云林基邦受到风台影响，国内线的部分，华信航空、立明航空宣布，明仔载基邦拢暂停，也因为安尼生，今早起就真侪旅客走来到上山机场买票。另外，华信也加开飞金门偏澳的云林基邦，中昼过后呢，国内航班大部分是拢取消。啊，那桃园机场的部分呢，明仔载无论是国内外航空公司760座拢取消。按算礼拜透早4点开始呢，看天气的情形，恢复这云林基邦。桃园机场伫航厦客运单出口旅客已经包围风台，机场航班有调整，部分旅客行程受影响。8月11日，国际甲外籍航空拢停止起降，760班次全部取消。按算半日透早7点开始看情形，来豆豆恢复航班起降。你的行程有因为台风受到影响吗？有啊，有受到影响。对啊，我们把那个行程往前挪1天。多亏旅行社153个班次会取消，这其中包含了这个客运的140个架次，
然后货运的13个架次哦。那在明天呢，大概所有班表上的760架的班次大概就会取消。旅客在单买票，台北松山机场有真侪国内线旅客，因为之前航空发生航空宣布受风台影响，12国内线全部停飞。真侪旅客提早一天查找该航班。华盛航空早起针对台北北京马班机加开4班次数分，高雄来往澎湖各一班。已经航空早起10点过后，松山、台中来往澎湖航班取消，中岛过后陆续取消北中南来往澎湖金门航班。是下午的取消的时候，我就赶快进那个加开的。对，因为还是得去工作啊。金门下晡飞台湾的班机取消，旅客无奈，今日透早到现场后晡单叫好买票。之后都没票吗？就只能再等候补这样子。小三通受风台影响，金门来往厦门甲泉州航线实在全日停航，影响6500旅客。354号乘旅客靠单后晡叫号，澎湖航空站宣布下晡3点取消来往本岛28航班，11全部停航。70早起依然提供30航班，飞台湾本岛各航线有2347个飞。下午2点过后的班机都取消掉了。所以早上有顺利搭到飞机。铁路运输部分花莲车站人无明显增加，有旅客烦恼风台影响，提早改变行程。还可以开出，想要趁下没有风雨赶回去。目前在晚上的18点之前的路线行驶状况都是正常。台铁表示，除了并溪线、树七树字处、树七树处处甲东线、树五支处停驶以外，其他列车切到暗时拢正常在驶。11个列车会伫暗时9点公布，高铁较暗会公布。加工赛车的资讯，记者综合报道。甲咱观众朋友提供一个上最新的消息，就是这风台巴威已经转做中度风台咯。按说明仔载呢，透早暴风圈会去吸到陆地，拜六规工风雨会正大，对台湾影响上介激烈，已经有一寡县市宣布停班停课咯。受到这风台巴威影响呢，明仔载呢，台中市、苗栗县、云林县、南投县、新竹县、新竹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啊。公布这种一阵破声叽叽叫，调查局西风处官员参加爱德蒙联名年会，参赛第一摆摕到最佳案例，得到国际肯定。那相关票通过初选，各位106票内底摕到76票，在决赛内底才出条调查局的参赛案件，就是泰铢集团的设计案，展现了就是我们国家执法机关、检察机关跟全行政机关间的一个协调合作，短时间内就侦破这样一个跨国这么大的一个集团，然后查扣的那个不法资产的金额也相当的高哦。爱德蒙联名是世界上规模上大的国际防治洗钱组织，无向国家做单位，是由全球司法管合体金融情报中心组成，目前会员超过180个。调查局用台湾洗钱防治罪名机，伫1998年加入今嘛。中国没加入，是因为它在这个独立情资的交换，还有金融机构的一个情报运作方式，跟艾格蒙要求的标准还有一些空间跟距离。这摆承办泰铢集团案件受高度评价，就算国内无被害者，咱的执法单位依然专心投入，防堵跨境犯罪，暗过处理个人受害涉外刑案。受害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调查定定登记。我没有加入，要找到尤其是跨境犯罪的这些加害人，可能会有处处碰壁的现象，也就是说效率上可能会有一些缓不济急，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些所谓的金流都不晓得流到哪里去了。较大结束的国际警察合作论坛，咱邦交国的苏瓦蒂尼警察总长也表态着挺台湾参加，因为无伫国际刑警组织内底无法度及时摕到证据，都惊早接晚一步错失破案的先机。记者综合报道。要对此经过，就要留下买路财。有这业者呢，去到高雄永安开发的零设施，所以因为这工地出入附近拢是鱼蚊啊，业者说互这鱼蚊啊细黄的白仔填掉咧，要求业者讲一年就要付200-300万的过路费。业者本地是想讲开钱消灾，112年呢有付200万，想袂到114年的时阵，因过来讨无钱，因就请这脚踏车，甲这路乌互断，唔互这工停车出入。业者落尾来报警察处理，即马检方也依照恐吓处罪未遂罪，甲因起诉。
请怪手甲车路围空，无爱互日轮工地车辆出入。徛伫怪手边的查甫人，就是涉嫌对日轮公司讨钱洗黄的养殖业者。日轮公司讲，因伫111年申请许可，来高雄永安遮去设来养殖的日轮设施，因为出入卡路会经过鱼温啊，这对洗黄的白仔都用鱼仔的警示等等的理由来要求因爱付钱。头期生想讲洗黄的阿伯已经80外岁，所以112年就摕200万补贴伊，想袂到买手食好在滋味，114年过来讨，买手讨无，都想办法无爱互因时间。他说什么他的鱼都死掉啦，什么有的没的，然后我们猜他损失多少，然后因为我们也去开了说明会，他在说明会现场，他也在那边，就是有一点带头说啊，我们这样做不行啊。这鱼啊，价单互你估价，啊，你估价你就估价100-7万条，我嘛无含你头价还价，我嘛无啊，对不对？啊，你到尾生仲生卡。我老生230万啊，我170万啊。业者获洗黄的白仔200万，到底是补偿金，还是过路费？双方各有讲法，不是个检控调查。洗黄的白仔112年摕到200万了后，114年搁要讨钱，讨无就甲车路尾断，还是甲出口踢起来。这款行为已经违法，按照恐吓处罪等罪名，甲这对白仔甲洗黄的怪手司机起诉。被告涉犯诈欺取财、恐吓取财未遂及强制罪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日轮公司业者表示，因照规定申请许可去设施，无想到会碰到这款诈路讨钱的代志。买手嘛是报警了后才知影，原来路地是国有财产属的，阿伯只是租地饲鱼啊，因根本无需要付这条钱。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这屏东新园有一个姓陈的妇人人赛车去弄到奥多拜，警察来到现场要处理，却逼出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坐伫个驾驶边啊，是这个妇人人的查某囝已经无开啊。医护人员来到现场一个看，发现讲伊已经死2-3天。警方表示讲，因一家伙仔拢住伫个车顶，为虾米这查某囡仔会死亡呢？这部分阁需要厘清。轿车愈驶愈偏，结果去弄倒停伫路边的奥多拜。骑车主人敲电话报警，原本是一件单纯的车祸，想袂到警方到场处理时，发现坐伫副驾驶座的查某人已经无咧喘气，互附近民众惊一个，赶紧叫救护车。不过医护人员到位了后，判断这名查某人明显死亡2-3天啊，无需要搁送病院。陈女无受伤，经酒测无饮酒。经警发现车内乘客妓女呈现疑似死亡征候。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后，认定不需送医，确切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厘清。警方调查，这台银色的轿车车顶是姓陈的查某人驶车，伊载78年厝姓纪的查某囝，和小妹要前往东港东龙宫，一时失脚擦，才去弄到停伫路边的奥多拜。警方嘛发现，这一街口无大的所在，拢困伫车顶四界弄榴莲，只有讲是对红山来的。对来，对高雄吗？对高雄来啊？哦。啊，囡仔平常时有啥物白疼吗？我有照片。啊，照片那个囡仔，啊，想到伊讲过30几年啊。还有智障啊！我来到这里，东龙宫去交头。驾驶陈小姐私底下表示，因为查某囝自出世就有智能障碍，佮足侪病痛，伊和小妹轮流照顾36年啊。这一阵仔感觉查某囝愈来愈虚，想要带伊出来行行看看，结果人就过往。家属和检察官11点时已经到殡仪馆准备进行详验，要等结果出来，才会当确认真正的死因。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中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昨下晡有一台货车夜车后倒，载者的冷气设备却熊熊导火，也因为拄好是下班时间，规场呢现场是规塔车电塌塌。那消防局是出动5台的水冷车和一台救护车，才加载是无人伤亡。伫远远地当看到快速道路顶冲出乌烟，中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拜四下晡发生火烧车意外，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5台拍火车加1台救护车，赶去现场救援。开慢一点哦，这里视线不好，要小心哦。中华台61线路南177公里的所在，有一台3吨半货车后倒载冷气，唔知什么原因，冷气却熊熊导火。因为当时是下班时间，袂少车拢因为这件事故塌伫路的。嘛有侪民众翕到火烧车冲乌烟的画面，画面看起来真惊人。加在这件意外，无人受伤。就在车主抵达台61线上面，发现一台小货车车上载运冷气设备不明原因起火。然后布一条水线
然后于2分钟内就扑灭火势，无人员伤亡，起火员带我们火调科做调查。消防局表示，因伫拜四下晡5点37分接到报案，54分赶到现场，真紧就把火势控制落来，大约伫1点钟内排除状况，恢复通车。啊，那详细导火原因也阁需要调查厘清。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同款是水火无情，昨下晡呢，嘉义中部有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厝背顶着火烧，因为顶头大铁厝火是炭甲真猛，炭到隔壁一个教养院。消防人员赶紧把这教养院内面一个民众救出来，一直到暗时7点半才把火拍花，加在是无人着伤。消防人员用机具要把门来爆开，准备要入去找还未离开火灾现场的民众。嘉义县中部乡车到下晡5点半的时阵，伫中山路顶面有一间透天的楼尾顶着火，而且火势已经扩散到隔壁教养院的楼尾顶，煞传出教养院内底阁有人。他们在睡觉啊，他就都是空啊，通话中，要死啊，碰到就知啦。火烧的所在是楼尾顶阁起的铁厝，内底拢是用插座的装潢，所以一开始火势就真猛，阁有炭烧的状况。消防局派到的分队，阁出动分推车来救援，点外钟的时间才控制火势，嘛救到隔壁教养院也未离开的民众。原本那家属没有讲，那后来询问再次确认以后，他说有一名男性，那大概30几岁，那疑似在3楼，还没有出来。那时候我们同仁马上改变战略，直接破门，然后进去，然后直接把那个3楼的那个患者把他救下来。消防局表示，这场火灾一直到7点半左右才完全拍花，现场计共小120平方公尺，无造成人员的伤亡。详细导火的原因，阁需要消防局火调单位进一步来调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个包围风台愈来愈接近台湾咯。虽然这登陆的几率有降低，不过北部地区沿海海涌也开始变大咯。气象署预估呢，这拜六北部沿海涌上悬会来到10米遐尼悬。另外，海巡也提醒讲，警戒发布了后，若有民众总入去危险区域，上悬会当罚到25万。啊，那吉隆市政府也整备188台避难收容所，也24点钟来监控山壁，若有必要会启动预防性撤离。这个包围风台是愈来愈接近咱台湾哦。记者目前呢是一个家人的8斗瓦的条件工会哦。虽然即马这个雨也无遐尔大，不过咱这个风啊已经愈来愈透啊，甚至咱看到这个海边啊的这个影呢是已经愈来愈悬啊，甚至有来到3公尺到5公尺遐尔悬哦。啊，那现场嘛有真侪民众来到条件工会，就是要欣赏这海影。不过海巡人员嘛提醒，发布风台警报了后，民众就袂使撞入去危险的区域。若无遵照规矩，会当按照灾害防救法上悬会当罚25万。另外，气象署嘛表示，包围风台路线较沙向北平，直接登陆台湾的几率降低。不过，风台中心的强风区挖近北台湾，北部甲中部也是爱特别注意防护。家人8斗仔甲正滨渔港，真侪渔船嘛提早入港闪风台，若有船员赶紧甲船只保护掉，嘛有渔港趁这段时间整理渔具。在风台入境了后，做出港的准备。北的船啊，保护条人员要顾船的晚上的话，白天真的台风来，人员都要停到啊。无人你船啊，无人过船啊，所有人等你，船啊不知道要漂流到哪里。因应包围风台，基隆市政府有整备188台避难收容所，嘛针对乌海路、百灵路等过去有水崩水地区，24点钟监测线壁的情形，若有风险就会启动预防性撤离的机制。记者基隆综合报道。讲到包围这个风台的方向，虽然有小可向向北啊，不过这积极暴风圈的半径，也是有机会甲宜兰地区打掉咧。山区民众真侪伫暗头啊，就成预防性撤离。也公路局的预估讲，苏花路龙北边暗时风雨会真大，大高顶苏澳到东澳路段暗时9点开始已经成风起来。若进前风台来时阵，淹水淹甲真凄惨的苏澳，国军即马也进驻太平啊。雨一阵一阵泡伫咧水下，溪州大排伫咧以前强降雨时阵，最为八淹过标线，这么风台搁要来啊，是防灾重点。来到宜兰圆山的西周排水门这边，可以看到3部临时的抽水机已经进驻待命，一旦水位超标，就会随时启动因应。有来做那个易容道嘛，它引流过去就
造成淹水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目标就是测水流嘛，水的流向如果有倒灌，它浮球就会往里面飘啊。同款伫进前洪台北淹水的苏澳镇，早起伫咧分沙包互民众准备，因为去年洪台来时阵做大水，大家拢真紧张。应该惊的，你知无？之前有淹过。哦，2届拢甲人对着，拢淹到遮，这届有影会惊。把招牌帆布全部都卸下来绑好固定了，因为这次风应该比较大。苏澳镇公所已经加强市区清水沟仔的防台前准备工作。惊讲短时间的强降雨造成灾害，早起国军2台2车突击车、2台救生船，还有15位海军陆战队，拢伫咧现场抬兵。因那东万节吹闸修园做防台前的准备工作，惊以后风吹走，贴贴被坑在水内底。明天同安节还是会维持休园的状态，我们持续的把设施设备把它顾好当然后天的部分我们会看明天的状况再来做决定。因那宜兰境内瓦山区的大同乡英苏、南无金强，伊拢伫尾仔马进前就已经做好预防性撤离。民众大部分拢是提前自发性撤离，去亲戚朋友遐，或者是去收容所。公路局估计，自20暗到11，苏花路龙的北边会有强风大雨。大高顶线苏澳到东澳，暗时8点开始，会使出袂使入去；暗时9点有警示封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呢，主要是北部地区较瓦近风台，就惊讲会水崩山。这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下令，针对可能会水崩山的黄色警戒区、红色警戒区，拜五各地区的这个区公所呢，就要完成预防性撤离，国军要去斗3天。根据这市政府下晡统计，新北市10个区呢，预估所开497户，1395个人。洪台的风雨是一阵一阵来，记者目前人就伫咧新北市有内的山区，后壁这个空间呢，就是避难所。记者一路入来到山区这个所在，手机就一直出现土石流的警戒简讯。所以讲，为着居民的安全，新北市长侯友宜伊嘛下令讲，伫咧有可能发生土石流的所在，居民都要预防性撤离。区公所人员对有内的山区沿路问，就是要确定对土石流黄色警戒甲红色警戒的居民敢有撤离，因为有内伫1996年河北洪台甲2015年所得的洪台拢是新北的重灾区，就惊即届包围洪台的霜冻甲真厉害，所以有住在溪边的保全户惊溪水会涨起来，嘛赶紧撤离到安全的所在。房子比较随时都会水会暴涨，我们里长也特别要叫我们一定要过来这里住，因为那边如果说大台风的话，我们那里是真的危险。新北市长侯友宜嘛有亲身来视察，提醒各区公所，包括平南、石碇、甲新店等等，拢是土石流警戒区，三级发生的几率嘛真悬，尤其有内崩塌的几率是超过90%。要求洪台所来进前，伫拜五下晡完成撤离，嘛有国军来到3天。目前有内区总共开设4个避难所，包括发电机、泡面和食食等等，拢有准备。30户，但是有些部分也有疫情，收容所4处不论是中治、乌来、信贤、福山，我们已经开设了。那我们的物资也存放大概2个礼拜的生鲜食品就有2台发电机，就因怕那个没电了，然后里面有泡面、罐头，还有一般的就是收容的物资税带那些。根据新北市府的统计，到下晡为止，有高撤离10区497户，1395人。因应各公所的撤离作业，最后的撤离人数也搁在确认当中。市府表示，目前救灾的机构已经事先入去到高地灾的路段，希望这届会当平安度过包围洪台。记者卢尚如、林晓凯新北报道。因为风台的关系呢，这新北淡江大桥暗时8点开始，先甲这人行道也个奥多摆道封起来，暗时11点的时阵会全部封起来。按算7月12则搁再重新开放。愈晚风雨是愈明显，新北三峡有内等地区，一寡民众呢，伫咧下晡时阵已经进行预防性撤离啊。一道风雨一阵一阵，有真侪游客伫淡江大桥翕相拍卡。
开车应该比较没人，来那边逛一逛。丰台要来淡江大桥自七暗8点开始要有警示，甲人行自行车道甲机车道封起来。暗时11点，主线甲公车道也封起来，直到12才会搁开放。公路局讲，虽然淡江大桥的设计一当当16级风，不过考虑桥拄伫咧出海口，可能有强的强阵风，为了安全，会先有防性风桥。礼拜天的早上，我们看整个风力的状况。当我们巡桥巡完之后，确定桥上是安全的，我们就会来开放通行。改道路线可以经由淡水区的台2线接关渡大桥到八里区的台15线。第三名大桥下界的南靖北路也有防性撤离，53号162人，区公所安排住伫咧附近的旅社。所以麻烦一点，辛苦一点。在台风之后，我们就来这边住了。丰台愈来愈晚，新北市瑞丰海滨里快乐山步道，因为伫山坡地较悬的所在拄好面风，惊讲厝会损害去，进行撤离。49号86个人去随便活动中心，或者是去亲戚朋友遐，安全上重要。记者综合报道。面对风台呢，这中部悬秋是严守戒备，台中市预估和平山区雨水量上侪可能来到800毫米。下晡先趁着这天气也稳定的时阵呢，甲700多名保全和撤离，规个台中有撤离2000多人。若南投山区，尤其是仁爱乡较关选的所在，拢特别加强。下晡公所要去视察路山，确定讲这水路拢是有通的。另外，日月潭的西面呢，也先把这篷布收起来。虽然讲呢，这苗栗泰安呢无达到强这撤离的金属，也那乡长下晡呢也特别去巡视，好居民拢爱事先做好准备。将进行离山岭居民柔性劝导撤离。公所广播车的大街小巷的是，另外一边由工作人员甲警方劝离民众。有饭好吃就好了。喂，去的地方也有饭可以吃。八会风台暴风圈范围大，台中市和平区有个雨量恐惊有500到800毫米，环路强降雨造成灾害。市府有风性撤离区内700多个保全户，总共撤离2000多人。和平、东势、新社、太平、雾峰，还有北屯以及潭子地区的这个保全户启动预防性的撤离作业，预计会撤离2060位的这个市民朋友。未少保全户选择移迁或者是安置，民政局公布确认安置地点的环境甲物资状况。南投县政府共款正紧张，因为山区落雨量有过超过500毫米，仁爱乡公所已经准备好撤离保全户安全地点，确保物资无问题，也确认收存工作有确实到位。怀孕的还有洗肾重症患者，我们都已经劝离都能够来平安的先到平地来这个撤离。有名景点日月潭，渔民烦恼风力强，先将尊屋的布棚收起来。像我的船屋下面是引风，会引风处，所以棚架只要台风一进来，棚架势必要拆，不拆的话，就有可能会被我压坏的风险。中环公路因应这摆风台，早暗时10点开始有风性风路，日月潭步道也因为风台风路，也影响旅客游行。我就来玩，好干嘛？那个它封起来了，台风天。环保保卫风台造成灾害，中部各地方政府唔敢大意。苗栗太阳乡公所7日下晡虽然无到撤离保全户的程度，乡里也是风势偏向老大人提前做好风台措施，遇到状况爱随时甲公所联络。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今仔日日时无休困，下晡6点过后才停班停课。因那伫咧六国的溪头乡山庙，今仔日立会安坐，新民有指示无受风雨影响，暗时7点好时好日，新准要开工点间。天官署吼，予一个是2天地开店，乡再去神通万里，乡点分享拜请。风台要来啊，是南投六国溪头一间庙，嘛是咧筹备拜月，要举办新庙落成的典礼。庙方讲，对起庙到安坐，经过8单，冒跋杯来问新民，新民指示7月7日暗时7点是吉时，所以风雨无退，会照常进行新准开工点暗的科仪。为动工开始建庙完成，在第8年的时间，拄着风台这个吉时吉日的日子拢袂去改变，相信咱的新准拢会去交陪啦，这个风雨拢会讲较详细，应该是安尼啦。啊，毋过南投消防队的态度较保守，嘛是毋望山区的民众
暗时风雨也来，透风落雨的时阵，会当踮一处来较安全。我们也呼吁山区的居民要事前来准备相关的一个就是粮食在台风期间里面来讲你就是在家避难在这个部分里面尽量减少外出。因应这个风台，南投县府嘛赶紧派人修整路树，有民众赶紧把招牌拆落来，避免规个互风吹去。因为这个台风的暴风圈抵达南投的时候是礼拜六凌晨3点，礼拜五也就是今天可能有上夜班的一些县民因此在晚上6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目前南投阁无风无摇，暗过气象署提醒，拜五暗到拜六规天是风台影响上明显的时阵，风台准备嘛是袂当大意，玻璃的坡道远嘛赶紧咧采收，望甲损失降到上低。记者杨秀南投报道。顶个月落大雨刷淹水的台南林德区呢，公所即摆也准备刷地啊，互民众来领。那附近的工厂也拢装这防水的门。那市长早起呢，也去到七股将军等所在视察。顶个月上大雨，台南林德区淹甲真严重，即阵8位风台连年要到，当地民众讲实在淹甲破胆，有的徛家门口透早就开始贴刷地啊，公所传3000包的刷地啊，即摆已经互人领一半角价，因水赶紧补回。把淹水超过120公分的太一工业区，车到暗时嘛先甲防水闸装好势，就等天公伯啊要安怎来安排。3000的量那这次领的比较踊跃，这样子大概已经领了2000多包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也紧急的再补充了1500包。足惊啊！因为今摆已经爱咧该做的准备一定爱做好，大部分拢早就到了啊。第四公馆街的麻豆区北市国小嘛唔敢放外，因为学校过去8八风灾，开闭顶风台拢严重淹水。防风毯歇热期间，提早伫教学大楼1楼教室甲楼梯专门设防水闸，要甲损害降到上低。一定会装设我们的防水闸门。那当然，我们也会疏通一些排水孔一些物品的一个固定的绑扎。台市长透早嘛去七股西寮甲将军区去看抽水甲引水坝，针对去年雨水淹甲真严重的所在，目前外海沙洲修复甲报换天管拢已经完工，望防大水的效果会当发挥。水门该开的要开，该关的要关，这个部分我们都要特别的着重，不能够有闪失。我们都是戒慎恐惧，希望把这个防台工作做好。这粒防台威力真强，大家拢带咧等。市府讲目前排水路已经有咧清啊，将把台的刷顶大个抽水机已经设好啊，全台南市拢动员起来，提早准备对抗这粒防台。记者邱大南采访报道。高雄市政府针对着残寮较清的排水系统加强清理，也调抽水机去台边。即阮附近新设的这杂日雨线呢，也拢先收起来。早起高雄虽然是无风无摇，不过市政府呢8点的时阵就宣布应变中心已经开设，港区也有军舰渔船入来避风台。4月大概树较无效，因为6月底大水库和高雄残寮的二人溪做大水，才过无半个月，佫等着把规风台北来。这阵啊，市府甲河川署拢咧加强疏浚塔管爆发，车到下晡嘛先调3台抽水机来遮坑，随时做应变。水利局表示，包括礁清、公山较到淹水的地点，拢有提早做应变，望甲灾害影响降到上低。水利局已在冈山区嘉丰路布设大型发电机组。可以支援国道1号下方东西两侧及潭底路周边等多座抽水站。虽然把规风台减少，不过高雄市府是唔敢代志，早起市区也无风无摇，不只个真侪店家，拢已经甲大型的广告篷布收好势。港内冒海巡甲国军的军舰提早入来避风台。那最近大家正关心的增温雨线，国际公司车到下晡已经先派人去收好势啊。因应台风来袭，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之时，高捷公司会派员预先予以收折防台。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之后，再恢复使用。昨就开始买，昨拢提早买啊，今日就较无人啊，因为讲买有雨，大家因为这个菜市啊，大部分拢较有年纪的人啊，拢会惊跋倒啊，所以拢较无出来啊。趁着早起风雨也未一摆，那传统市场的摊商出来摆档做生意，市府各局处也把握时间加强路树的修整，也有清水沟。气象署嘛提醒，南部地区愈晚风雨会愈明显，民众千万唔通怠机。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
随着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东部海面的影也真大。宜兰、花莲、台东、屏东拢在做巨龙警示区。其中呢，这台东成功沿海地区呢，早起就出现高米悬的海影，有一寡所在海水倒激，连沙石啊，也拢冲入来到林家厝，连台东市的森林公园也有所在淹水。那这淹水所在目前先封起来，县政府也派人去把这排水沟拍合通。 民众在无人机等台东飞空中翕到一波大影冲向海边，在花莲县的盐寮海域也出现长影，海象是变化真紧。宜兰所附近海面风力也一直增强，海象愈冲愈悬。气象署特别针对宜花东甲屏东地区拢发布6公尺大影警报，提醒这4个地区民众爱离海花较远咧。东部大影一直冲上花，绝对超过爆发。在台东市区四川路底排水沟出海口，和海水倒灌，有路淹到部分靠海面梯和大影冲入下街内底，民众已经囤沙包来防堵。昨天已经喷到这里来了，喷到我们对面家里了。这次好像前面都有海水倒灌了。对啊，这次比较严重。台东市区海水倒灌的灾情真多，就连有名的新民公园拢淹海水，目前公园淹水的所在已经暂时封起来。 在我身后这一片森林公园积水的情况，就是这次台风海水倒灌造成的。在2016年，台东市森林公园也曾经发生过森林淹水的情况。绿水桥的出入口这边是地势是最低的，那刚好又遇到这是台风的造成的这个海浪变成有海水倒灌的情形。日本这地因为县政府改善三八干溪，也就是建河溪排水工程，水源向消失，引起环团抗议。这摆煞后海水倒灌，海水流入湿地，环团烦恼可能无溪水淡化，产生盐化现象，不过爱去观察。离岛的南势风影一直增强，以控制去年三土里风台期间800多节货轮靠岸伫龙门港附近，部分船只到即马也无拖走。即马过后大影冲击，居民烦恼风台过后，可能影响渔船进出。大影一直侵袭台东，官府已经加派机构搜寻排水沟，有蹲头做保花，降低海影，冲上花发生海水倒灌的危害。因为入暝了后，风台更加接近东部海域，又有可能发生大影的几率，呼吁民众爱远离海边，避免危险。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这中联邮局的沙拉油检出低干部苯偏比，台中地检署昨去中联等4间公司抄，也把11名被告带回来侦讯，复审了后呢，泰山和福寿的董事长1000万交保，中联董事长是2000万交保。那中联社伊的总经理是声下禁见。另外，台中市政府伫今仔日也公布第3站以下受影响的业者40间，到达已经有65间业者受到影响了。也若讲到即寡有问题油，目前回收52891公斤。福茂公司姓吴的董事长完成交保了后，行出台中地检署，面对外界甲问，伊专程拢结点点。大概跟我们讲一下方便。中联邮局问题油的风暴冲击到全台湾的社案，台中检方查到对中联等4间公司来发动搜索，约谈11个涉案的被告，复审了后，10个人分别同意50万到2000万的金额交保。不过中联生意的总经理因为罪嫌重大，获检方照实案发，向法院来申请羁押禁见。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嫌重大，其中中联公司总经理余姓被告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经检察官讯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中联邮局1300吨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1级的低干物苯偏比超标4倍。石油署伫7月已经认定中联公司违反食安法和违反通报的义务，而且照行政法法针对受责难的程度加重罚，拢总开出1亿6000多万的罚款。检方搜索进一步认为，讲中联等公司有延迟通报的行为，则声压中联生意的总经理。交新闻做了进前，法院搁在裁定。另外，石油署表示讲，车闸含业者进一步核实，中联4月到6月。产品对1个月11万吨，即马收降到差不多是3万吨。石油署讲有一寡也无法度完全确定。这360家的出产的产品呢，那我们会跟大家做公布。那还有一部分呢，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确立下来。
石油署解释讲，数字会有侦查原因，是因为进前推估的11万吨是甲逐工上大的产量直接去生意工数，但是实际生产的过程中，并毋是逐工拢有运作。另外，台中市政府嘛公布追查流向的进度，车闸阁公布新增加第3站以下受影响的业者40间，目前加起来已经有65间餐饮、加工等食品业者，包括胖老爹的加钱、专联、好乐迪、航空中央工厂等等，老板集会也是使用相关油品，即嘛拢已经停止使用，而且完成落架。到目前为止，问题油品加起来是回收52891公斤。政府强调会持续配合检调司法的查核，若是涉及刑责的，上悬恐惊要面对7年的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见行熊，熊行无天良。这10年前呢，国际法庭有裁定，这中国主张有南海主权是无法律依据的。伫黄岩岛上解禁的菲律宾渔民，说是看有食无，是因为这国际法庭的判决，中国根本就无咧休。这10年来呢，中国海警继续伫遐甲菲律宾的渔民赶走，两国的冲突同款是无解决。天也未光，马星洛克港的渔民已经全部被出海，100多公里外的黄岩岛是因世代讨谈的渔场。10年前，菲律宾伫南海仲裁案摕到历史性的胜利，当地渔民真欢喜，就是讲会能够登去这片海域掠鱼。Masaya ako na nanalo nga tayo sa tribunal at pero hindi ko nararamdaman ang pagkapanalo niyan kasi hanggang ngayon ay hindi pa naman kami malaya na pumunta ng Scarborough. Kaya 当地渔民讲，仲裁案的胜利有写入去国际法的教科书，不过并无改善因的生活。即马因被迫锁在航庭，赶去近海掠鱼，也搁去兼其他的头路。 Dito sa West Philippines dahil dyan sa mga ginagawa ng Chinese Coast Guard na pangharas, pambubuli sa mga Pilipinong mangingisda. Sasalubungin ka na ng barko ng Chinese Coast Guard, pipilitin kang palit. 2016年7月12日，海牙上届仲裁法院做出历史性的裁决，判定中国用9段线做基础的南海权利主张。这片连接东亚甲印度洋的重要航道，唔但战略地位重要，每年也有几多条美金的国际贸易运输。 所以这项裁决被认为是国际海洋法的重要里程碑。不过北京无接受这项裁决，也唔承认伊的法律效力。在咧过去10年，自黄岩岛到仁爱暗沙，中国甲菲律宾的船不时发生冲突。中国的海警也几多遍用水炮、照雷声，也有危险的炸弹等方式，阻挡菲律宾的船入去争议的海域，和南海的局势一直正紧张。 今年菲律宾拄好是东协的轮值主席国家，积极推撒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不过，这项谈判几多10年来拢无突破性的发展，甲这寡外交声明也个国际法条比起来，马星洛克渔民更加希望的是，10年前赢的迄场官司会当互因搁登去黄岩岛。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辑。 最近伫瑞士举行的 AI 向前全球国峰会，展示真侪项上新的救人技术，包含会当远端控制量车无人车，也个结合卫星影像和群众汇报的灾情地图，就是希望讲会当互这救灾工作更较精准、更较有效率。 伫突击队内面，搜救人员持续找可能搁活着的人。灾难发生了，每1分钟拢有可能来决定生死。 为着要缩短救援的时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德国的航太中心合作，研发结合 AI 的量车无人车。 We are presenting here our application of how we could use space technologies, which initially have developed for the use case in aeronautics, but also space exploration in humanitarian or catastrophic scenario response cases. 这种车搭载感测器和摄影机，会当远端操控，经过积水土埋，甚至一公尺悬的障碍物，甲救援物资送入去人真歹到的灾区。研发团队表示，讲这项技术是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需求来的。过去捌有维护人员伫运送粮食的过程中不幸过身，因希望透过远端驾驶来降低救援人员的风险。除了无人载具 ，AI 嘛斗分析灾情。
Everybody can check it out, Hunger Map Live on the internet. You can get real-time data, and right now we're even looking into forecasting food security 90 days into the future. 世界粮食计划署是利用 AI 来提高物流的效率，而且透过地图及时掌握粮食的危机。另外一个团队是找超过600个职工，利用手机来辨识建筑敢有受损，短短时间内就完成大量灾区的标记，帮助救援单位升级受灾上严重的地区。Manual mapping still provides the best quality. However, sometimes speed is more important. 不过，专家提醒讲 ，AI 有切嘛是需要挖刻历史数据。面对这么侪变化的极端气候，恐惊嘛是有真侪限制。在1秒拢要抢时间的灾难现场，人类的判断力、安怎和电脑的速度互补，考验各国救援单位的智慧。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继续甲咱的观众朋友更新这明仔载停班停课的消息。受到这风台8位影响呢，明仔载桃园市花莲县、台中市苗栗县、云林县、南投县、新竹县、新竹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停班停课了。咱也做回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2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6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风台伫要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乖乖踮厝内，则袂受到灾害。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